呀，真啊苦。一年到头吃啊长寿，城中无福。古时光我一口不进，捏米头啊捏米头。小人发明，因为屋里穷，从小就有父母送进这大勇报时，出家做和尚。师傅出去用油，还没有回来，暂且要我当家。今早兵部尚师傅查小姐要来烧香，来人吩咐不许寒人食地，谁有差错，定要从严辞了。我这的张头眼睛一撒巴撒，走了此地，等儿小姐到来。为老师傅带路啊！相公，侬来得真不巧了。此话怎讲？今早兵部尚师傅查小姐要来烧香，来人吩咐不许寒人食甜啊！
小师傅，小生只来做戏，哪有不娘人做娘之理呀？相公，凡是小人不可，甚差夫再三关照，不许害人之节呀！啊，且问小师傅，这大勇宝子乃是差夫寺庙，还是不放苏草？这当然是不放苏草喽。啊，既是此，那为我不娘人做娘之理呀？这啊，小师傅，小生乃是远道而来，我不为耽搁太久，一会儿就走的呀。他不叫几个。长江小姐来了，可能叫我那个买卖真气势让人越动了，这叫我那个买卖你。好，小师傅看你是出杀气，我走就是了。妈，我现在不能走了，农家一走，小气一到，那两家都带路旁着了。侬叫我让那个买卖这师傅。有了，小哥，我还是不上人先走一走吧。哎，不，哎，小师傅，哎呀，小师傅，哎，走。小猪不对，侬千万不能出来啊！赶快知道，长虫结果。小人把你迎儿小姐。我不是小姐，我是小姐身边的兰香。原来是兰香大姐。小姐快来！少侠。
小规定，我还有什么大事？这件大事么，只有我人想来对你做高，才能说得清来讲得明。有道是心不诚不不灵。哎，小姐，来，你听我跪下，听小丫头来与你做高。去配一个丑的话吧，哎呀，我又把你撞到了，真是尴尬啊！算了，你去少量我这一招吧，我们还要去玩你，是个轻易少会。他是一位做思想的。哪个要你多嘴？兰香大姐，常言道，一不当王旁，二不当和尚，侬为啥当我和尚呢？当你个他当和尚，今日我家小姐在此进香，夫人在3天之前一名人快走，不知还能问清，你为什么放他进来偷走我家小姐？哎呀，大姐呀！此事与小师傅无关，仅由小生一人担待。小生乃是莫名前来见笑，不依小姐前来随喜，我并非有意藏人，望大姐要见谅。那不听你胡言乱语的真？大姐你是他起前来把你随喜，并非有意藏人，你就放了他吧。这次都经小姐了。小姐，兰香，我为夫去吧。下说实在不是已经说完小姐，怎么又会失落在此啊？哎呀，对我去追完小姐去呀！
急急忙忙要到哪里去？小师傅，你快！小姐的枕下孙失落在此，我去送水去呀！我明明看见一碗不小起来，怎么又有一把？哎，小师傅，你看，这扇子上面有着苍蓝一扇子，可是小姐的芳名啊！哎，小姐的名字倒是叫苍兰英。耶，这种事情倒奇怪了。这不孙子好像伤子眼睛，老子听了怒。哎呀，我也不知啊，莫非是落花有意吗？小生告辞了。气不得个！哎呀，我要送水去呀！气不得个！哎呀，小生。我不是相公，他唱烧皮，铺上肚皮，我必有插曲呀！我既然懂得规矩，这为啥我大相公要弄朝东，弄偏要朝西？我要弄当官，弄偏去摸街。朝外不管，既然不管，这为啥大相公要不想？弄恰要我做功课，做功课。俺堂堂的大相公，到外头听弄个死动啊！去！这是老夫人要你喊去教功课啊！拖，又是一个拖，弄得是头难打呀！这个功课还要我大相公亲自来动手，这是老规矩，弄得我去做。长啊！大
相公等侬来，万一个圈做啥？侬等到个圈里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！哈哈哈！告诉侬，大相公出去走走，这功课侬等我做，回来我问侬要卷啊！我告诉老夫人，侬听见吗？侬好好好好，回来我问侬要卷。男人我真好去把想起来。家女不足，早是头，生气叹谁家财是否？早已为今夫能见小贼年，不用来恰是关山根犯错，自己落叶女先走，为自我，后人是女把他将我画在圈内，时间到一去不回。待我到花园之中找到了他，再做道理哟。大相公，我们再到前面去问。无心于我，既然小姐无心于问，这里便是郑相公，不妨上来谢谢。倒也是的。
那晚清静。小姐，我去把药金讨来，你弹唱一曲。父心里言不去也罢。那么我去把棋盘起来，你再下棋球。叫父心一起。哎，小姐，我来讲个笑话，你听好不好？又要不说些什么呢？不是不是，都是事实。昨天小姐批给了相公的文章，我拿去送完夫人。老夫人啊，是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得意。她就立即点起香烛，叫每天天天趋近菩萨，生日多亏菩萨保佑，相公文亏心高照，文章就越做越好了。这半月以来，姑姑的文章倒是有气色。多亏小姐在庙里敬的第三支香。这是那个新买来的小书童啊，也真有点道理。哎，小姐，提起那个小书童啊，梅香姐姐还告诉我一个笑话呢。什么？他的卖身人气还是自己写的，卖了自己得了银子70，有这银子何用？把他存在府里。看他这种自我介意的衰样子啊，真叫人好笑。晚香，也许人家穷途落魄，府内美生，你不可笑他。是。哎呀，闷你得很。小姐。晚香，你听我那块手法来。
在相公，哎呀，我这个没生的男人。哎，他会不会在上边？带我去看个明白。分明是贵重切记，倾吐收藏。想这府中只有一位切记，不是那也有是红生，莫非小弟他就在这人上？落花有一丝颜色，哎呀，喜的是他又进来，我有。
家有今朝的一类，因此离开圣母王府的人，跟你曾相过，正好开心啊！啊！哎呀，又是年代又是病，我盼来盼去盼到你呀，叫我脱了枕头痛，我闭起眼睛，直吹你。屏风背后有一只香飞塔，嘿嘿，难道来打嘴？呀，我上不去呀，功课有人为啊背牢，我还来无事难消遣啊，多定去分一个。太平安康。大相公，叫我做啥？大相公来了，吕老。哎呀！叫我做啥？大相公来了，吕老。做文章。相公，老爷今日派人送信来了。哦，还是经理向阿伯爹送宝贝回来了。老爷打来看信，要面见相公。跟侬头巾笑话做啥？那大相公的文章，都把侬打断他了。大相公，请。晓得，请。哎，真是。好，请。
件事有今人，叫人欢喜心相依。老天为何多造美？六岁不美，六岁不累谁？神相顺啊，神相顺，弟子神。妻子小姐她为多受了好几回，催我新婚下楼台，我又不见的曾相随，难道是今生从天上掉下来？唉，哎，你这个人啊，怎么站在路中？哎呀，你不是小弟身边的来相大姐吗？是啊，呀！早知道这到此事到方便，到底亲啊！哎，这个人好生面熟。好似在哪里见过似的。我是新买来的师徒。啊，你就是那个事先卖身契的草？对，我真是草啊！哎呀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是一把神相顺。哎呀，真是我家小姐要找的孙子夸赞我。你怎知道这是你家小姐的孙子呢？你不看见这孙子上有插兰的名字吗？既说至此，就请大姐带路，带你到哪里去？孙子去面玩小姐呀。哦，这姑们你放心，你把孙子接我，少钱是少不了你的。哎，我要面玩小姐，当面礼扫。切，你可知家规？你是一个书童，她是一位小姐，千金之体怎能见你？太不懂道理。大姐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哎，这孙子既说是你家小姐的，那就应该面玩小姐，咱也到送文送到西天，万岁要万当面啊！亏你知无这一点，哪有这么多的道理？就请大姐通报一声，就是我是得来送孙的，得来送孙的。对。小姐她凭空舌尖曾相说，想不到10岁的还是小茶娃，她有生得来丰顺要年华。
头就走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那要请大姐成亲了。那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多谢大姐了，多谢大姐了，多谢来相大姐了。你这个人啊，理真多。带我去见过小姐，见与不见，那要看你的运气了。下面什么？好好好好。神香水找到了没有？小姐说的是神香水啊，神香水嘛找到了。找到了那就好了。孙子呢？孙子不在我手里。那你怎么说神香水找到了呢？我说是孙子结过身，失去了。那你离开问他要回来呀？我是问他要回来的，可是他又不肯。他说一定要面完小姐，当面领上走。兰香，你说了半天，他究竟是谁呀？他呀，他就是他乡从新京买进过来的苏童，名叫蔡安啊。是同蔡安啊！哎呀，兰香，你好不懂事业，他是个男的，怎能进我的闺房？哎，小姐的闺房岂能随便上的？哎，小姐，那么带我去当个他，在吧？啊！哎呀，兰香，哎，小姐，你当不他走了，那剩下谁呢？哎呀，我这个小丫头啊，也真是糊涂了。哎，小姐，你不说，我倒差点忘了，他还有一句顶顶要紧的话呢。什么话呀？他说是得来送孙啊。兰香，他是婆，我是子，那你看你？小姐，你是你啊？哎呀，亏！好了好了，小姐，他是府里的人，又不是外人，自不自见嘛，见见又何妨？何况他是得来送孙的。自不自见，见见无妨嘛。兰香，你叫他上来吧。是。在上，小生小弟拜见小姐呀。好害怕。
谢小姐。兰香，你叫他把神香水呈上来。啊，你现在可以把神香水呈上小姐了。难道你真的不神圣？小宋家华庭院，隐藏公道把老母婆，上京赴卡路公子冯某命，台湾求父落茶农，谁知求父监督去我的情不女开封。你既是一帮家员工，为我卖身做事
就是草木人儿也归我。此类分明就连营，女儿家终身大事须承受。对着你俩此话说一声，想大革命其实那若自己非为敌，一自在把算走，这好有意呀！看得到我与不同，枪为我扎堆不散三儿风。老女西山林，云雾山树三儿怎么都随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哪里也没有去，我是在你好大的胆子！小姐。南乡远的桃源路，送东风，吹开雾山来天空。南乡，你太放肆了！小姐，我放肆不放肆嘛？你听清楚。小姐，你要三人之地，可是小姐对我情深深重，你还有什么事需瞒着我的呢？南乡，南乡，他刚才所说的可是事实？这倒不难，他既说的一方家园，不妨考他一考，哎呀，考他什么呢？叫他做一篇文章好吗？哎呀，文章太长了。哦，不免叫他作诗一首。谁想讲，我家小姐叫你作诗一首。谁想我的三里山，两腿起四中去，恭恭敬敬往上抬。怎么事已经远了？小姐是想保证自己。虽得我埋面孔难亲小姐，这事做得好不好呀？好，好，哎，那么神医神怎么样？哎，小姐神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姐，你说话呀？你这不说话，我可不多管这个事了。好了好了，我家小姐答应了，答应了。恭喜小姐。哦，多谢南乡大姐了。大先生，你便可以走了。哦，大姐，总要请小姐接一个新闻才好。小姐，是应接过新闻才是。南乡，谁发出神像
这个议员是58生相顺做成的，把他作为新闻是再好也没有的了。恭喜小姐不喜相逢。在下最高，在下。妈娘记好，好个好个。爷，那个晴天不热，把门关起来做啥啦？哎，兰香，开门来。哦，来了。
妈娘，龙困。为生不得，休讲话，恰似大家才算走得下。不相信，你里那休也许，看你们把吵哪里吵哪里吵。
姐，你要保重了。相公回来。莫非是相公有什么三大两顿不成？本人深知海夫人送信来，谢相公哪有什么消息？那什么事啊？事情们出在你的身上。出在我的身上。方才我去到楼下，听梅小姐姐说，老夫人作主，已将你的终身怎么许配曹家了？本相失望当真，您跟太子对问过，只要您聘您去了。小姐。小
今真不见。哎呀，真急死人！寒风吹动上飞燕，寒门四海出不去。出去，自古到今哪有女儿家出得家去的？兰香，自古到今倒是有女儿家出得家去的，你可是花木兰开武送君。对，哎呀，那是女扮男装，女扮男装。兰香，女扮男装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女扮男装这个办法了。事不宜迟，我说真。哎。
百公卿法，我必留，与民似水，出不生心。一路迎来金人上。昔时一老天山，多少神老爷，前面2天歇歇再走。好，上了年纪的人还不忠心，歇歇再走也好。老爷，庭中有神守着。不用惊动。是。谁呀？这位师生不必惊慌，我在此绍兴。原来是位老先生，小生之乡有礼了。不归大，请问此门因我不投他的一人独守在此？小生因一日团贯路程，错过客店，故而在此凉亭歇息，不料困倦入睡。是此时来，你府上不才出离。真是。请问家至哪里？姓甚名在？到此之城哪？老先生用笔。小生我愿替宋家郎临远，他有满地思乡哎，心灵三思，叫齐文勋。新闻信，此时来我的外甥儿来了。外甥啊，你可深深我情母句。老人家，你听错了，小生名唤易文轩。老爷是一碗酒，一相同。一文信，西文信，一时之差，倒是老夫听错了。老人家辛苦了。同志，请问你家老先生姓什名谁？我家老爷乃是大名鼎鼎罗朝龙老太人。哎呀呀呀！原来是齐郎的母舅来了。罗大人在此，小生有失礼仪。大人在上，受小生一拜。哦，不归道，快请进，来，请来同坐。谢大人。我正家宝齐文学，不想来了不正罗局，我要向上天诉衷情，来需要3、4而已，再去看
说不给听来听，我见他彬彬有礼，3年了，温文尔雅，不尽心啊！老爷，一文酒也相共，一文酒，一文酒啊！我问你，堂上父母哭几载？父母不在得远远，同胞手中有几位？我是无继母的天神神，此今欲往何处去？四海飘越天下走。不理他，孤单一人少留。太老夫女花轿草不退，我见他拼了死神爱，一路不死。那西的亏。西门秀，老夫有一事同备。老大人有话请讲。我看你，我怎么样啊？不是也罢，不是也罢。老大人，与我们抬手吧。是太当得了，太当得了。老人家不必多虑。是老夫出意了。这老夫年近花甲，尚无子息，一月留你为西厢，不知你意下是何？千里寻郎真担忧，天上掉下个情决绝，见得好梦千钧夜，送我这堂中小姐，只管跟他上京去，我在西郎风举手。
你就听说你顾及了一位命令，又是进口告终，真是可惜呀！可恨！托付，快过来接过茶叶吧！快接茶叶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上山传奇。念着是落落大方多温文，彬彬有礼话中肯，真不愧名门后。
你就不问好，真叫下棍剑杀人。都是义兄父母亲，家有功王何吉林。一把家中也师兄，两世一月喜在心，侄儿别着明白门，下师兄当年领教绝呀门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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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家谁有不孝子，养儿不教不上进，啥子与你沿着比，真是成牛比吉林。令老你有一诚心，他日定顺上青云，更可惜家中还有一小女。这可惜你把外面当好人。叶先生哪里往来？难得灵恩一笑，他虽照顾公朝下去，叶兄的美女与不可全也。好生好生，叶兄请过来。与我计较，不知令郎可曾婚配？尚未婚配，必曾婚配。必曾婚配。小弟有言，真是难以启口。哎，以我自己为什么话不可说的你情色不保？是此是我在言了。请讲。小弟有意将小弟的终身许配令郎，不知可高攀得上？为了我儿婚事，是我心头一件大事。既灵爱持久，小弟我求之不得。是此你我想在一起了，想在一起了，一起了，想在一一起起了。了啊！儿啊，你不对儿童在亲，亲是事情举其轻，真是可惜与苦。不孝弟弟爱蒙恩，自从盘古分天地，哪有来因配来因？皇恩老大明发扬，怎能给三等家十王先生？大灯开，小灯空，一人家娃从孤营，差夫小姐也得女，为我事十分在人，怎能轻易？总不能但愿报人情，倒不是家翁虚妄，不在应承。儿童的人情你做主。好，儿啊，快过来，结果永无他罪。永大人在上，小婿拜见。饮食请起，饮食请起。哎，叶兄，此次你我应该去请我相称。请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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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请我。请我，小弟现在东张跨西，正爱凭孙家的跨事。
意，待我即将真命办事，为尊驾起，正配正配。有劳请我。此请你也去早做准备，再来我家迎亲。一定来，一定来。到时送来。弟弟他情绪来迎，配来迎，这招皇是真挑剔。你的表兄来了，快承迎。有请。拜见舅父阿孙，快生日罢了。阿弟，年兄。自己的表情怎么还是年兄？来，我替你们相识。我们早就相识了。早就相识了。是啊，这位表弟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似的。我们不是在今天之上已经见过面了吗？对，是见过面了啊。那就更好了，真是一起事故啊！我一见表弟就觉得面熟，是好像在哪里看见过似的。一个早已相识，一个迷人的很。你们表弟兄真是有缘哟！是啊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我名声备下酒席，你们表弟兄俩在四方长待。多谢舅父。表兄请，表弟请。快夸大家恭喜！请。请问表兄，
下去松江。哦，松江倒是个大地方。哦，小地方。好地方。哪里哪里？表兄，小弟爹是灭军，对的是刘，小弟不胜其哦，美。哪里哪里？本有刘兄独自几天，也好当面领教。哦，好好。正来小弟当面领教。哦，好好。正来小弟身有要事，哎呀，不能奉陪。表兄啊！今日下为是王阿弟，早日分水过东阿西。你我兄弟从相见，一见是故黑头鸡。表弟呀，愿我匆匆与分水。小弟我身有要事到河南去。表弟，你到河南去做什呀？我们表兄说，小弟到河南嘛，是成亲去的。瞧见了，瞧见了啊！瞧什么？女兄也是到河南去啊。哎，表兄，你到河南做什么去啊？实不相瞒，女兄我也是到河南成亲去呀。哎呀，瞧见了，这真是有法的，瞧见了。哎，不知表兄定的是哪一家呀？不知表弟你又定的是哪一家呀？说起我家有大人啊，哈哈有名。提起我家岳武大人啊，也是大大的有名啊。你家岳武大人姓什名谁，做什么的呀？你家岳武大人姓什名谁，做什么的呀？我家岳武大人乃是兵部尚书查铁彪。咦？我家岳武大人也是兵部尚书查铁彪啊！那么你娶的那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么你娶的小姐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娶的那位小姐嘛，是兵部尚书查铁彪的女儿嘛，叫查兰英啊。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为什么不得啊？查铁彪的女儿查兰英早就许配了我了啊！请问表兄，河南有几个查尚书？一个。那么有几个查兰英？哎呀，也是一个啊！这就不得了，查兰英小姐明明许配给我，怎么又会许配给你？这个。请问表兄，你是在人之子，哪个为媒？那么表弟你，我们乃是岳武大人亲口许婚，弟弟之子。表兄，那么你，我啊，是呀，我讲啊，呀，这讲我是何说得出口呀？哎呀，说了出来嘛，也好与他们去评理呀。表兄不是，小弟告辞了。表弟，来，请坐。哎呀，我的表弟呀！当街真是好表弟，女兄与我有商议。既然与我许3年，为什么吞吞吐吐、支支吾吾又言有之讲？可比呀！说出来，只怕表弟要
同可好兄弟，小弟真为了见小你。既然表弟能结了，女兄家在今来告诉你，我与那河南差小弟，怎么样啊？是呀，我与那河南差小弟，你常小姐，哎，到底怎么样啊？我与那河南差小弟。哎，表兄不是不讲，小弟告辞了。哎，慢，表弟，那么你与查小姐，哎，到底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哎，不，我与他三妹还是结表兄你都是知人不知啊理，此病终身少离你。女兄在为了告诉你，河南外归娘我妻。表兄说话太荒唐，从古至今不知理，小姐终身许配我，真是天时良缘，称心啊意。我盼他求他都来不及，真可不到河南西。哎呀，表弟呀，你金榜题名真少年，未婚一事你何太急？大灯会，小灯空，同我化作真佳期。他那里娃儿他表示理解，我这里二胎葫芦少之一。啊，表弟，来，请坐，请。请，来，表弟，你可记得有这两个古人，哪两个？当了女生？哦，这是野人啊！是的，当了女生所娘地位，岂不流离？哦，这是没得也，是此说来他们娘的好，养得好啊！好啊！既然是娘生地位娘的好，我与你要一个人相依。啊，表弟呀，我是他来，你是小弟娘兄来一苦意。别的事情我能依，这件事情是难上你。谁与夫人娘地位，是妻子娘人不是你。哎呀，表弟，你算公则归明天下，我在此生无娇妻，只有那皇宫贵人门女，挑你赶你做家婿。母与小姐并来美，他在我这生下孙儿做表记，小
小姐心意我心知，岂肯与你结连理？他岂肯嫁给你哦？我看你心术过硬我呀心，真想说真能做平理，真经我是父母之命，没眨眼，我是名正言顺，堂堂皇皇，吹吹当当去拜天地。他那里是越说越喜越得意，我这里是越听越近，同心喜呀，小弟。自家表弟陈大爷，大恩大德我不忘记。你是小弟来刁难，这婚姻大事必儿媳。我是破了这戒，他不配娘。表弟，你到底娘是不娘？这怎么会娘呢？你当真不娘？不娘，果然不娘。女相公，你要怎么样啊？也好。女兄我必有一事去表心意。哪里去啊？我要去寻死啊！你真的要去死啊？我真的要去死啊！好啊，你去一死，成全了我正好到我们去把天地。哎呀，你们是表弟呀！你再仔细看看，我到底是谁呀？哦，看出来了，你就是红豆的查什么？查什么？查什么？真是从我说起。你就是小小什么？
能孝此理。我说他何能差，他就是差什么，差什么，差什么，真是从我说起。我说他一声笑，哎，他就是笑什么，笑什么，笑什么，这岂有此理！你难道真的是蓝颜小姐吗？你呀，你是蓝颜，是蓝颜，你是我的妻子。你说是妻就是妻。小姐，你这位女扮男装，大此啊！是为来为去，还不是为的是你呀！自从归往两分离，望穿去岁看家去，谁知道娘亲将我许长家，我只得女扮男装奔京里，那途中巧逢你绝不记着命令为后意，我为你闺中女儿扮男子，我为你历尽艰辛必心机，我为你堂上生活不放人，我为你一女今朝生儿女婿，我为你抛头露面离家乡，我为你孤身漂泊在异乡里。小弟，请为我来拜会，为我害你受苦气，怪你父母太糊涂，一女今朝三女婿。为你娶不老一婚，至今君在正门的，亲眷之人大人天。快去结婚同山林，结婚快来，结婚快来呀！我进屋请坐。哎呀，给你救命啊！大惊小怪，开叫救命，是有道理啊！哦，你得罪了表兄，没有，你欺负了表弟，没有，
我明白了，你们表弟兄俩金库高中，在4号场内都有了几杯，你这是酒坏了。哎呀，外甥啦，不饮酒嘛，就少饮几杯哦。并非生儿酒醉，甚是大风临对呀！哎，生儿上月儿退花，家庭新贵为王堂。大武领队这武器，戏弄老夫停不杀。并非生儿19啊！此话说来何尝他？好，有话起来慢慢讲，撇撇大雾一不怕。龙月救我！叫你讲你不讲，叫你说你不说，你们不是不讲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舅父，你看一看，他是谁呀？你问他？他嘛是你的表弟，是我的儿子呀！哎呀，他不是你的儿子，他是我的妻子。外甥啊，你这发疯了！舅父，她确实是个女的，自杀不幸，请舅父察看。面见小姐诉衷肠，每生为奴的父妹。为我天下家园做事的，总算上路顶中山。娘亲将我领去婚我只等，女拜论上到城门，句句是人我须讲，外邦就非来牛人。女扮来唱，来唱歌。西龙王朝，情不情啊！真是来意多言笑。舅父，好在小弟才华过人，还说的能安在性命，杀人于好。哎呦，望天年有情深，
好的你！我要是早知你是个女的，也不会有今日此事了。这是你父母一年三许，使我了解哦。这是你弟弟之子，你总不能不管啊！我怎么管得了啊？啊，弟弟。人才满级家长，下官先要向夫人后喜在子，恭喜夫人后喜夫人，我家现在成龙欢喜也。大家老爷，侬那金莲已经晓得了。
亲的女婿，怎会不知啊？侬心的女婿，今度为家报喜来，寻得公道叫他称心为。他本是三月开花落本金，在话该是好不君，恭喜他。还是我家人名字是交相配亲善一包礼品一包钱，来嘛一对要家不开。门当户对美良缘，你为何不见欢喜天成美？老爷侬不做鸳鸯不为说，我在家一家内终身配。你讲什么？我一家内的终身是派进口帮爱创意来的。哎呀，夫人，你既要招亲，为什么不提醒与我商哎呀，量？老爷，侬既要许婚嘛，为啥不早点回来呢？陆家将定就要来娶，参加这种美人来采过婚来。我是一家之主，女儿的终身应该由我做主。阿奶是我养的，阿奶的终身应该由我做主。由我做主，由我做主，由我做主。贤当为啥家年老？原来京城阿不到，你只发现阿不掉妈娘。小畜生，困进你就烦恼。我要阿不掉，侬今朝一路回来，还是路浪向多吃了辣椒，火气大嘞。关键你咨询我，同妈娘就吵。畜生，你哪里知道？你娘做的好事，嘿，不见得俺妈娘做啥个坏事了。她不与我商量，将你妹妹的终身许配曹家了。哎呀，许么老早许了，吵么吵一做啥？阿青，过来，妈娘叫我。哎呀，阿青哎，哪点做个好事呢？哎呀，不见得阿伯爹也做啥个坏事。那你家那阿妹的终身许配不了陆家嘞？啊？哎呀呀呀！许配不陆家，唱家陆家，哎呦，难是好不想嘞。这都是你的不是，弄了吧？你的不是，你的不是，你的不是。当然要好了呀。那，我阿妹来了，屋里向大家还好商量商量。哎，现在我妹妹都不来了屋里，那就是吵得来天翻地覆么样子，不吵了。你讲什么？哎呀，阿伯爹，侬还不晓得？我妹妹已经不来了屋里。怎么？老早逃出去了。好啊！你这个老不义，总之得将包着胡子，今年个女儿都管教不知。原侬个老糊涂呢！侬一去半年不回屋里，里里外外侪要我照顾，侬倒还要管我嘞！哎，阿伯爹，阿伯爹，哎呀，侬管妈娘们也不要管了。张一东强女个瓜不甜，硬做个鸡要飞。就是侬阿伯爹来了屋里嘛，我妹妹还是要飞开个了。畜生！你妹妹出走为我不去摘。哎，侬哪里晓得我不去摘？听了几个月来，并无影踪。难道就罢了不成？这怕也不成，厂家得中，媒人来采过婚来，侬看哪个办啦？看你怎么得了我？那么是等侬回来商量的呀。好啊！你竟将一个故事都泼在我的身上啊！侬尽管撒手不管，怎么管得了啊？侬，哎，侬，你
过来罗文秀高中3名团伙。我立马请罗个女婿退回去。对，是的。罗文秀是我的女婿，收家收家。哎，收不得个，收家收家。妈娘妈娘，那这个是俺阿伯爹做事要修来呀。老爷，厂里外高中2名榜哎。我家没有姓厂的女婿，退位退位。大人讲个厂里外是我个女婿，收来收来。退位退位。收来，阿伯爹。那这个是俺妈娘做事，也要修来个。官府过来徐文秀高中头名状元。哈？又来一个，女婿一个接一个，男的一个比一个多啊！哎，妈娘阿爹，哪晓得头名状元几分秀啊？不认得了。哟，这能讲起来，说不定就是俺妹妹自家。说起关于我也得笑嘞。妈娘，哎，那不要搞错啊！那伊是头名状元，俺头才比伊拉大，让儿子修来过起来，让俺们也好光彩光彩啊！3丁家就见啊，3丁家，哎呦，头名状元，2名状元，3名分福，哎呀，阿伯家嘛，哎，妈呀，哎呀，阿伯家，妈呀，哎呀，今朝来了3丁家，我的那想呀闻见声了，哎呦，阿伯家。有请。是有请臣请。3位演戏免礼请坐。3位演戏有所不知，我家只有男婴1个小女。啊？什么？只有1位演戏？是只有一个阿囡儿，是只有一个。我比英官在下，在老王若相看高，今日须分与会婚，成儿把人笑。演戏哪里话来？老夫不想会婚。这就哎呦哈噻！我3妹落平里你到，早与你家结姻好。亲自许婚又会婚，礼法刚张排过道。你是放心，老婆婆既然做主嘛，就应该是我孙，这就好啊，岳母岳母啊！我与小姐的来美，理应要比他们早。今日了恰心与愿亲自为回即来教。
一女在喜欢商量什么？侬这位团伙老爷请过来，我都要请命啊！侬这位团伙老爷，我都要请命侬来。哎，侬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准啊？我是岳母大人亲口许婚，弟弟做主。哎呦，跟侬非要结得个呀！既然俺阿伯家亲口做主配不来侬，还跟俺阿伯家总会跟侬霸道啊！侬这位保安老爷，我都要请问侬了。哎，根本侬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准啊？早就说过，我有三妹六聘，有岳母大人亲口做主。哎，跟侬更加非要结得嘞！既然俺妈娘亲口做主配不来侬，哎，俺妈娘是实话算数啊，跟俺妈娘总会得侬成亲。呀，好不也？这还有一个来了，来，侬这位状元老爷请过来，我都要请你了啊！我哎呀，根本侬这位面熟马上的状元老爷，哎，这侬是啥人做主，啥人为准啊？我是小弟亲口许婚，有着丞相算会。丞相说，来大嘞，原来这个里面我还有这个道理来了呢。好，那么侬这位面熟马上的状元老爷，侬也不要紧，既然丞相孙可以为证，哎，这侬就得丞相孙去霸道，你跑不也？一女三婿竟有此事啊！弟弟，今日应该月儿成亲啊！年罢，今日应该与我成亲。哎，就我应该与我成亲，应该我成亲，应该我成亲，应该与我成亲。三位不必争吵，面上三家和气，请到花厅歇歇，因为儿老伤你。哎，这不好的呢，这么拿三位老爷跟我来啊！花厅去啊！二位请讲啊！我本姑父来拜望，在丁家平民徐高sang，此人究竟从何起？有的是我心风浪。老人做子开门窗，喜欢不与
哪里话呢？婚姻大事应该由父母做主，媒妁之言，尚有女儿自己做主，岂必言教他人？请问你兄你嫂，那婚姻大事，与你做主，还是与你做主啊？由我做主，由我做主，由我做主，又不可开讲了。我看这婚姻大事，还是让陈女士自己做主的好。这个，要是小姐私定家婿，岂不是两件永强？美满姻约，有不可啊！我都是不错的。好，既是此，请出侄女早做听得。这个，呀！聂兄，事到如今，家丑只有未央了。哦，我家女儿已到朝父外了。像是一女三婿，难以了解。故而说，陈女不在吧？你实在蛮难哎。我知道，陈女女在修人。是。好，这件事一切由我来调定吧。拜托聂兄。衙外们，不是小姐下来，看去有请三位。我有二老少爷陪护他好，只有泡酒定亲，不知三位意下是何啊？我家一女三婿争执不清，事故不知季节，岂必上了三家五妻？既然泡酒成亲，倒也是的。是的的，是啊，要压古人，倒也是的。好，二位在都倡议着，那么你呢？思虑再三，别无他法，也只有是此了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不可反悔。一言为定，不可反悔。此次亲出小姐，泡酒定亲。哎，这么米里马拉准备来瞧。啊，一直来，小弟专谢了。专心自我看完，就是家务要去虚妄。来，我看见你来个团花园，请用他们看明白，看得中才去跑出来，跑出来。一、二、三。哎呀，不中意，根本青龙透火，快跑开啊！唉。看来我与小姐无缘，大丈夫言出之山，日高配。去了一个，我就多了一些希望了。
就是一哎，了。妈娘，哎，那今朝是阿妹泡菜酒，还是侬泡菜酒啊？都管。阿妹，把这种菜酒泡出来，1、2、3。哎呀，也不中意，搿么请侬帮哎，也泡菜啊。我三妹罗平阿里你，总以为菜酒已给我来接，恰心腹中才意外。枪也罢，空欢喜。方安老爷，强有个官是不为定，郎中的妻子总要比阿妹与侬父亲，侬何必勉强就原谅草民人。你我两家同在桃溪有巧戏，同一呀有没有真有品理？在菜酒腹中有用。一直要，一直的，一在思教从情义。现在还清着莫生气，无奈的是好日子，你的记得是交情，放眼着临着去少女，美正品里红问你，给着辜负了陪大礼。老太婆也是没办法，只有美丽再美丽。常言着，像你这样才貌上进，无须没有演的侥幸。我们皇室求你做乘龙家婿，我理不尽呢。去小脸，这哪里是取笑？那你要是用得着老夫，我到女医为你处理。多谢年吧，是此侄儿高抬。我送你皇安老爷，送你的留来成龙嘞！梅姐有不不的，慢慢讲，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还要问问阿囡嘞。婚姻大事应有成女事体。对，阿妹，侬到底哪个我？哎，小姐来了，小姐来了。阿妹来了，现在阿妹来了。
来生儿要下你何心了？曹大相公要捉弄嘞，那就你休要取笑。常年兄，百岁儿子性命与世为婚，今日王道之日，就让他们成亲吧。好，点起龙凤花烛。好，咱们你马拉准备来去，大家欢喜啊！